哇，堂弟阿妹还有阿勇的对方，你们吃到哇，我按澎湃，堂弟吼，爱吼后兰水都搭跌了呢，吼，佢按补头吼，按补要煮个暗船，真见当澎湃呢，老主角噶，吼要包熟啊，我家即家做几乱搞呢，吼，用按vai按强的刀躺起来吼，真见。我们想诶变做夹木卡人吼，木卡人大家穷下来，是一餐饭，自己当享受吼，相信吼，阿妹夹妹诶咩当感恩阿妹啊，老记煮按到按澎湃嘅东西。好，一下来看一下，家下嘅对话当中有哪条合法爱学嘅？第一，猪肉，猪肉。猪肉，猪肉，偷油，偷油，酱油，酱油。我去買豬肉同偷油，我去買豬肉同偷油。咩做得講？我去買豬肉撈偷油。我去買豬肉撈偷油，我要去買豬肉和醬油。我要去買豬肉和醬油。包熟，包熟。玉米，玉米。佢當好食包熟。佢當好食包熟，來聽下男士演講。伊個好食包熟，伊個好食包熟。他很喜歡吃玉米。他很喜歡吃玉米。幾亂搞，幾亂搞。蛋糕，蛋糕。安補呀，愛做幾亂搞。安補呀，愛做幾亂搞。今晚要做蛋糕。今晚要做蛋糕。特別記得哦，安補呀一聽係指今晡日嘅安補，將按到安補呀。好，唔知大家自家有自家同事做過一個料理冇？其實煮食唔係咁簡單嘅，唔係單將攞個材料嘛，個蘿蔔咧啦，蘿蔔排個糖就蘿蔔咧，然後排個冰箱下，個水嚟個煮滾，唔係咁樣天天嘅。啊，當到空翹，當到面膜乜就可以注意到哦。但生意係火一下太猛，一下就太溫火，佢就煮唔好，嗰個調味一下嘅胡椒粉哦。壓下下去，哇！佢真係負責就好嘅咩？吼，古時候嘅甚至特生意用同樣嘅廚具，吼，同樣嘅東西，同樣嘅鍋嘅煮出來，咩冇同樣嘅料理哦，吼，古時候其實看起來簡單，冇按改呢，吼，真叫冇按改，